我们这个心愿礼物的那个鲜花已经完成了，热气球还差3个，保时捷我们就不算了，好吧？太过分了，我设置的太过分了。谢谢黄浦江，黄浦江边戏巨浪，中共结党为你唱。好，谢谢你们的这个人气票啊，我们就是可以打一下人气榜、小时榜，我来现在看一下，国庆直播的人还有吗？哎呀，乱七八糟，不想看。我休半小时，我就要再去上班，好吧？所以你们打算跟我玩点什么呢？我们对下午还有3场，一共5场，明天还有5场。你要去就去乐园。唱歌啊！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。是真发还是假发？就是这个发质它是真发，但是它做成了头套，套在了我头上，所以它是假头套。要，我觉得其实不要少黑也没有关系，对，比较可爱，因为它的脸圆圆的。对，不需要。清唱几句，你想听什么？亲吻的刚才不是扮上了又不玩了，因为我已经下来了。子儿童儿须索泪，他怎知我心里思来也许你梦醒。哎，还好我今天没穿蓝色这套呢，把我们撞衫。梦雨在哪儿演出？那个宛平剧院，我们有个这个快闪的节目。雨梦中，万事雨。送凤关呐！哎，不要乱叫老婆啊！这个我是国民老婆，不行的，我是你们的老公。拿下！情到深处伤不言痛，爱到心头无语何惧。不唱了，累了。谢谢你的粉丝灯牌。不要搞得，对吧？卡他。掉人掉这么快？对的。没办法，你可能不配吧。没事啊，人少没关系的。等会我们来个报复性的增长，然后再来个报复性的落下。这就要每天就要跟坐过山车一样，轰轰撒，就刺激啊！谢谢鱼雁传书。你自己号怎么不玩？因为我已经注销了。有什么好玩的？你知道我的号都关注什么吗？游戏主播、美食主播。对。你说，这个小朋友去哪里演出？哪个小朋友？手持的那个运气。没号了。卢湾专业职演出，全体集合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好几年了。我们彤彤小姐妹她已经去发给我啦，发给我微信了吗？可能我跟你说，我先拿我的手机在直播，我等会的微信肯定要爆炸了。감사합니다。好，去吧。来，哎呀，你看我们小美眉。哎呀，嗲死了，这个。打招呼啊！很可爱，来。大家好。哦，来。我叫琪琪。
唇膏是擦的吗？我为赵氏一家的小演员们祝福大家国庆节快乐！你可以跟大家，我这样子啊，贾宝玉他现在那个搞头，等会儿他搞完了之后呢，哎呀1点20了，那这样我唱贾宝玉，你唱林黛玉好不好？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下《天上掉下林妹妹》。好的。好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出水。直到她放来长毛山金湾，看到来个钢琴琴比上来。眼睛有时花照水，行动好比风不乱。哎呀，漂亮吧，家人们！赵氏一家的小朋友，琪琪，大家以后多多关注哦。好，我们可以稍微休息，对，谢谢大家，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他的宝哥哥弄好了呢，他们两个一起出现，给大家唱一段，然后他们就去表演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叹气了？你在叹气你？宝贝爱你哦，爱那个小宝贝，对不对？就是很敷衍的唱了一下这个徐派啊，这个没办法了，现在这边没有人愿意跟我唱贾宝玉，只能我自己来了，自给自足。你可以唱很多曲子的呀。等他演出完了，让小宝贝再唱一段，给你们展示一下他的才艺。奶音，小奶音。丹丹会唱火焰说，哎，这个不会，太难了，超难的东西都不敢学。看头会掉吗？这牢吧，还可以啊。应该是 OK 的，你旁边给他卡了吧？我帮他卡了3个卡子了。 OK， 来 ，Come on， 宝贝们。你的锁片呢？有吗？有。对啊，都好。这个是重点。你应该旁边给他弄2个小辫子的。你要是没有一直不是贾宝玉的呀？你可以一人分2角。我喜欢，我不想精神分裂。哎呦，被蚊子咬了一个包。马上好。哎，嘴巴画一下。他们2个嘴巴画一下，快点啊，抓紧时间，22分了。22分了，抓紧。马上。你也没画是吧？你画了吧？还没画是吧？这是要演出嘛？今天我们早上就是今天我们早上到下午是有一个那个红楼快闪，宛平剧院红楼快闪的一个活动。我就是扮演一个大的林黛玉走个过场，然后他们赵氏一家2个小朋友唱一个《天上掉下林妹妹》。哎呦，我觉得好难的。我以前觉得这个愿伴青山共白头也挺难的。你什么血型？我 O。你觉得你看我这性格就知道肯定是 O 型啊。来无锡快闪，我也想来啊。我特别喜欢吃无锡小笼，因为它甜。同欧，谢谢啊，谢谢家人们。好了吧？好了。嘴巴画好了啊。好，我们最后再给他们1分钟，然后让他们亮个相，然后他们就去表演了，好吧？怪不得招蚊子，你这个没有卖门票，今天算公益演出吧？今天这个只是一个活动，就像展览一样的，是吧？我如果没有解释错的话。O 型招蚊子，是的。我上次应该是什么时候啊？我们什么时候去的杭州啊？那次玩？6月份。没有的。6月头吧，好像。然后我们去杭州那个万松书院是吧？然后我在那个上面被蚊子咬的，现在疤还在，就是包已经没有了，但它疤还在，就消不下去了。你再甩好了。别甩。啊，我们是6月儿童节去的是吧？对。喜欢甜来无锡就对了。哎，你想想看，我一个芜湖人应该是喜欢吃咸辣的，我吃不了，我就是要吃甜的。你 A 型的话，也招蚊子吗？行，我就是行者的自助餐。要弄哪个？慢慢吃。好了吗？靴子已经穿上了是吧？他们先去。然后就走。来，稍微打个招呼，来，稍紧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哎，看看我们2个美眉，
小美眉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肆意的轻盈告诉有眼前分泌出爱来客。好，他们去表演了，等他们表演回来再给你们唱，好吧？好，去吧。走，走走走。不能耽误他们的表演。跟着你就对了，无锡人。哎，我在想我们播到几点你这怎么多的这什么头发？哪里来的头发？头套上亮，头套都被你拔所以真光了的小朋友很棒，很可爱的。你看多小朋友那个怎么搞得好看呢？金童玉女，哎，对的，没得错呀。我们也是金童玉女啊。只是他今天没有扮上，他是我的助理，不承认，也没有办法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你的经纪人，你啥都得听我的，我叫你干嘛就得干嘛，我跟你讲。一个往东，一个往西。哎，头拧掉，我们播到几点啊？播到2点就关了吧，好吧？随便你。要是人所有家剧团化妆都一样吗？是吗？我觉得不一样吧，有可能我只可以远观。要是人家那个突然之间你穿个衣服又长上去了，那我就这样，我就等会儿穿好了，穿衣服开，脱衣服开，其他时间关。不是我就穿好，我就不搞了。刚芜湖回金华，真的吗？我就好久没回芜湖了，大概大半年了吧，3月份回的。嘿嘿，看看还有谁在。你全吃完啦？小朋友给了一点，想吃了吧？好像就没有水了，应该上面加点水。这时候想吃了，对不对？跟你说手要快，跟我们这种人吃东西要抢的。谢谢用户340822095031奋斗残疾人的小星星，别靠太近，怎么害怕了？那我远一点。手慢无视的。谢谢用户852，谢谢。否则这样干播着，我们也不唱，挺无聊的。两天一趟去芜湖，容易看到胡子，这多性感！不错了，还有194个人，就很不容易了。听神夫君已明王，相飞心中盼望。只见那小军蹦到关地上，想得美。莫内莫非我父郎，我走上前去接不放，一阵伤心事胸膛。月蒙蒙蒙月在昏黄，云烟烟云罩怒放，人清清怒怒定中锁，唤凄凄雨当边诉唱。瘦妈妈，你们想喜欢听？OK，来宝儿唱的。有啥唱的？四爷，我可以陪你唱《天上掉下林妹妹我不》，想他们小鲜肉都拒绝你。什么肖丹贵是什么派？肖丹贵没有什么派吧？他们那个时候好像我还没也不知道。那个流派的话是80年代以后啊才被定下来的，当时是定了13流派啊。肖丹贵的话是在那个解放前就已经那个了，所以说苍山说没有流派，没有苍山说流派。初看雪儿小家碧玉，细看好逗一女子。对，希望我的这个逗啊能给你们带来很多的快乐，也请你们不要烦我，烦我的话我马上关直播。那我们俩唱个《天上掉下林妹妹》好了。我给大家唱一个肖丹贵的那个烤红吧。那我们天上掉下林妹妹。但我虽然唱的不像啊，就是以前的那种老调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。我不是斜刘海，是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往一边那个，要靠理发师打理，自己不太好打理。我像那个肖丹贵的啊，一个老调的，就是不是跟现在的那个烤红不太一样的啊。夜静更深定啊真水，小姐河边最美丫头。闻说哥哥病在床
我儿人，莫是夫人去呀问哎，他儿人秘密私语难分析，夜里饮水情深哎，眉来弯去离两远，夜夜思望结冰外头。一伤心，一两相头，夫人啊，你的放手是也放手。就是那个老调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？但我那个时候听就觉得很好听，就是永远是在同一个调上不停的轮回。就像我们那个。淄博啊，上上京啊，园中啊，鸟啊出到远，路啊路通啊。我每次就听到那个撸啊撸。对，就是还是蛮好听的那种，我蛮喜欢的。后来配来叫虎配，能出口伤人不应啊给。对，我们有一次讲那个越剧历史，然后就是要讲以前的那种就是老调嘛。然后就是临的那个要演出前1-2天学了大概那个一段，一共大概有8到10句，结果我上去之后唱完头2句，后面全忘光，直接跳到最后2句，8句到10句变成4句结束了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就记也记不住那个唱的东西。太紧张了，可能。对，因为实在是太急了嘛，老实说就提前个1-2天。刚刚叫你说要做这个东西，然后你得快点学。宝宝怎么过节也不回前头？我为什么要回前头？他不是前头人呀。我不是前头人啊，前头的已经回前头了。他是上海人。我们团长是前头的啊，他已经走了，留下了我们2个人啊，留下了2代寡妇独。隔2分钟哎，可是他们上来了，好像听到声音，太垮了，不如一跪是吧？我们都没有赶上以前的那个时代，所以说具体的话是怎么样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哎呀累啊！走了。你们是好了还是没好？好了。好了，这也搜快的嘛，比我还快，比我们快多了。适龄快就唱完了。哎，你们来唱一遍。来吧，你们刚刚那样，你们可以对唱一下了吧？来去吧，闪开你闪。去吧。你也闪开。来，我们给他。来去吧。你们有动作哎，动作也可以做起来。对。可是这个小空间不够用。所以你们暂时就站在这一块就可以了哎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当。转个圈儿。啊，转个圈儿。可以的，镜头看得见的。好，好，你进来。进来点，你进来点。好，开始。好。天上掉下个林妈妈，水多清里刚茶水。大茶房内草帽三斤尾，吃到来个钢琴听味，上来眼睛有似火烧水，心动好比风不流。眉梢眼睛上升起，三阴小毛鹿问谁？眼睛分明说我来看，心里想是就是雨。好，他领了，哎呀，站一圈。天上掉下个林妈妈，水多清里刚茶水。是大塔房内草帽三斤尾，吃到来高钢琴听味，上来眼睛有似火烧水，心动好比风不流。眉梢眼睛上升起，三阴小毛鹿问谁？眼前分明说我来看，心里想是就是雨。哎呀，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可以，小朋友，哎呀，太棒了。好了，两个人站在一起跟大家说国庆快乐。来，祝大家。你们俩一起说总归不哎，快乐两个人一起说，对不对？祝大家国
庆节快乐。很敷衍啊，很敷衍，咱们很敷衍团队。后面就不能再来几句了。对啊，你们是代表，比如说你们俩是代表哪个团队说这个话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代表越剧团。哎，啊，你们教室一教啊。完了，老师要哭了。我们代表上校。所有的老师还有同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！啊，哎呀，终于说完了，好的。太困难了，太困难了。我们不为难他们，很棒好了很棒。再让他们休息一会儿。好了，你们休息一下吧。他们2点钟应该还有2点。他们2点半，你2点钟。哦，休息1小时。对啊，有还有好几场呢啊。一共4次。这一对所以说这一对小情侣乱弄啊。有模有样。对，你们可以拍拍照啊。对，你们拍拍照，我再过10分钟穿衣服啊。又要穿衣服了。我2点呀。哎呦，好快哦。把衣服脱掉。谢谢。你也偷偷穿上累吧？对呀，坐歇。那太热了呀！你这个还热？这里边还热啊，这里边还热啊。等我2点钟穿好衣服我就挂掉了，不直播了，好吧？衣服穿起来，再过10分钟，我是一个准点控。对，我们先预告啊，再过10分钟会穿衣服，大家要转的转，要通知的通知啊。在哪演出？在宛平剧院，这个有个快闪的活动。对，做了一个活动，也不叫演出啊，只是做了一个活动，你下个节目是什么还是一样。我是一样的，对，1天5场。我只是有个快闪的节目。对，帮我们打榜啊，在门缝里看了半天，啥意思啊？雪儿不是双鱼，他双鱼，你觉得我像双鱼啊？哪里看出？何以见得？你们猜我什么星座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许知道的人不许说。有人知道吗？当然有人知道了，等风等雨肯定知道的，吊儿郎当懂肯定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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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猜中有奖，没有的没有的，你不参与。你知道，不要说，不知道的人猜一下。有一次说过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看你们是不是真爱了。有次说过就忘了。对啊，点赞，打个榜，人气榜打，粉丝团加，咱们你们都完成了吗？这心愿礼物。对。天蝎，yes。你给你什么北大儿子相亲啊？多少大？什么星座的？又来了，这上面今天什么活动啊？高校练歌房跟我们不搭嘎，你只管唱。没有同团的直播没有灵魂，那你3号晚上再来吧。谁说的？说话真快，对吧？语速真快，因为我唱 rap。对啊，开始答音社啊，说慢了来不及。谢谢点赞，谢谢你们的粉丝牌，因为你双鱼对吧？双鱼和我很好的。儿子属马的，是90年的了，还是多少？什么星座的？比较好奇这个。北大的话，如果是还在读书的话，就不是90年的。哦，杨总，31岁，11月份那就是90年的。天蝎啊，又是天蝎还是射手啊？节奏感真强，美女好开朗，谢谢。Oh no no， 又是个寂寞的单身派对，纷纷没人参加，只有我会想去。你没休息啊，都出来直播，不配休息。我们是社会的栋梁，未来的花骨朵，老骨朵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加了粉丝团，谢谢的送的这个礼物什么，这个怎么读我也不会。浙江宁波慈溪市，OK， 杨梅。来玩，你应该一次性说完。你还有大儿子要相亲啊？阿宝比直播间活泼，这咱们不在直播间吗？我不连了。你们都没有出去玩吗？今天？最近的天气真的是爆好，真的是。你妈妈双鱼，对我知道。
你团在哪个区？徐汇。啊，小可爱的小可爱。你可以叫阿宝老师叫妈妈。天气太热了，还可以吧？在家开店呢。对，是条鱼就是那个是吧？堵车出不去。这么多人吗？那你地铁吧，地铁挺好的，又冷又人少。如意姑娘国庆快乐，国庆快乐！这个千年松山古镇对彪哥，对对，都是徐汇的。对。坐等雪儿阿宝开播呢。我们不是在播吗？对，谢谢你啊。我们3号晚上还会播，彤彤也会在哦。对，3号是正儿八经的直播，今天是花絮。现在就是临时想开播，看有多少人，然后最高达到了400多，是因为我在脱衣服，穿衣服、脱衣服表演的时候400多人，平时跟你们高100多人不错了，有100多人跟你唠嗑已经也不错了。我们100多个人，也就是看你真正跟我们唠嗑的10个人有吗？别这么说。大家一块讲讲话嘛，好玩。在上海徐汇区啊，那个再过5分钟我穿衣服，希望人冲到500，那我觉得不太可能。好吧？分享一下。你儿子简历交给团长，让他们俩把把关，帅气有事业心，给我看他有多高啊！哈哈哈，好像你们3天没播，应该不止吧？明天来上海看我们，好的。Welcome to 上海。那你可以白天过来，白天可以看雪儿。178可以。对，可以白天可以看雪儿在这边晃荡。你看你大儿子相中谁了？我都马上安排。彤彤、阿宝、我。唱一段上去好，唱一段。哎，你家中万语，万语，你家中万语。你家中万语，噔噔滴噔噔，万语什么声？想了半天，就想说这样一句话，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家中万语，老母亲，死了母亲万语谁？死了母亲，家中没有的。雨没雨，雨没雨，上里进门的家中神，家中上里把亲。哎呀呀，谁问你定亲不定亲？分明你定啥分子心？随便问问又不要紧了。谢谢。不许相中3个，为什么？哎，妹妹，这个妹妹我好像曾见过的，你又附身了。你何曾见过嘞？谁没见过？快点面说，心里好像深深的一把你。清场人都来了，妹妹没来呀，就199。啊，咱们直播间通通199，199不能再多了。什么199不199的？还没平时清秀啊，那可能是我还没有办完，只是一半，你知道吧？一半只有头部，下面还没有搞。半装。这半装。夜听经，勾起了女儿的心思。来段徐派，怕是只能小朋友了，只能小朋友给你们来了。谢谢范家子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阿里嘎多，谢谢。清月良缘，清月良缘，荒唐你扮现代好看。谢了吗？谢谢。我本来就带。阿姨。谢谢啊。我本来就带。再过1分钟我穿衣服了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！快点奔走相告啊！独自为美丽生涯被艰辛，两夫人一辈子在天际要成绿郎。 55分出发，你可以穿起来了。 5分钟就穿完了。你们在哪里演出？300遍了。
我的锄头呢？啊，在这儿。你为什么把它拆了？我就看不懂你。多施粉黛不什么？显老了，那不很正常吗？这种大家闺秀你一定要沉稳，对不对？乱七八糟不可以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是雍容华贵。没事的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大可不必了，咱们啊不说我们的容颜了。我穿衣服吧，好吧，穿衣服了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穿衣服的风格。唉。哦。哎呦。我是挂羊去领猪场。你跳车的摊灯楼荡，不行，走进来，水手嘎住了。继续有自己早起，自己讲头，自己讲头点在不亮，可高头不门两大女，只好与大爷来相商啊。哎呦，要借几块钱啊？1分钱都不借。我要100块。想得美。下次我摸摸纸币，好久没摸了。上次摸了个10块钱啊，这多新鲜哦！10块钱够了吗？不够。那你要多少？等特写好吧？你看，差评的。看，这就是错误手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都撑开了，他还没给我套出去，那我的头套就有损。领导看到了吧？扣他工资啊！领导不在，必须扣。你踩着裙子了，领导他踩裙子了。这是服装师的问题。领导他踩裙子，他故意的。你岳父噻？那你看人就上来了，一穿衣服100，回100都是100。回家叫他洗。哎呀，等一下啊，结束了真的。哎，我急了。Wink。怎么你把上面的那个夹错呢？在那个桌子上。到300了吧？280。果然是喜欢看衣服。等会儿拆头套，没机会了。我2点就关了，因为我播了3个小时了要，对吧？我几点钟还播的？不知道你。300个人到了吧？对，人家要看的，他不要看我平时的。对，没劲。真的老挤瓜啊！真挤瓜。好，可以截屏了。对了吧？花落，唱错了吧？你这唱的是什么原花飞，你这什么原拍啊？唱错了。落日天，包了这多衣服还这么苗条，其实已经胖了，被他们吐槽了，很恶心。大丈夫。转。不行，这个角度真的是显得好老派。给大家甩个花吧，才艺表演甩去。水性花我也会的，好不啦？我去养羊羔了啊！你这个多角针呢？谢谢雨后的彩虹。多角针啊，这位。女驸马。多角针。他这样的甩下来能甩。你闪开，我等会啪一下脸。
来，婉萱居然把空调关了吧？哎好累啊挺风凉的。这是什么角色的服装？这个是我自己搭配的红楼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林黛玉。雪儿热不热？还好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洛妮卡。还有两姐妹呢。是谁呀？等等，那个叫什么？金色鲤鱼侧水泥，这个你喜欢噔噔噔噔，是不是？鲤鱼出水面，第一条鲤鱼。他说是什么我要？237了，怎么又掉下来了？不是330了吗？衣服一穿完就立马走了，你们真的是过分啊！鱼，唱不唱？真的真的。有雪儿的地方就欢乐，这个我必须要开个脱口秀了，越剧脱口秀。是你会唱《蟑螂你听我从这里》。他会唱的。蟑螂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寻在引导碧浪，只因母君在外在私心深沉，引领我到聚散浮多凄凉。因此我便说没带女郎，君比你上飞机鸳鸯。这个是蓝色。你说它是绿的，不行。来，妹妹进来，你不是也会唱吗？你跟大家唱一下。北起。我不会唱。好的，没事，就两句。蟑螂预备起。蟑螂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千年寻在琳琅碧浪。这里母君在外去私心深深，引领我到聚散浮多凄凉。因此我便说没带女郎，君比你上飞机鸳鸯。后面我不会唱。我也是哎，好巧，好巧，真的我不会，他会了。一般都是我们直播唱的话，我就唱到这儿结束，然后他来。一般小生都是很神一样的存在啊！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我到2点我就关了啊，累了，不跟你们播了。明天心情好再打开一下，明天心情不好我们就3号见。这是一个脱口秀粤剧主播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那带领大家走一个不一样的粤剧市场。哎呀，我一口气没上来。 55分了，他怎么还不上来52，谢谢。不要关嘛，那不行哦。为喜而生的不可以。怎么会心情不好呢？比如说没吃好啊。3号晚上吗？也。不能演出吗？不能播演出吗？这没什么好播头的啊，就是因为刚刚就是走了一个过场，对吧？不是都看过了吗？对，你们看到这么可爱的小妹妹也扮上了，对，因为他们是赵氏一教的小朋友们，一口气没上来。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小的，这是我那个林黛玉小年，老年。长大后就成了大雪梨。雪儿演啥？雪儿演这个该死的林黛玉大的，就是大家说不上的那个。他们多直播，好的，让他们老师给他们安排，对吧？不能老在我们这边来，老这边到时候我们就不好说了，对吧？想看小朋友演出，可以让他们老师安排。来，再唱歌。越剧后继有人了，那必须的，那必须的。雪儿直播间气氛活跃，那必须的。那你们唱一段。姐姐夸父。哎呀，相公啊哈！开始，噔滴哒噔噔哒噔哒滴哒。快点啊！三七蛋，当你进去从相逢，当起你个高官为大良用，相公为个去送君，却在深闺少时逢。这哈23年来杀张勋，在下传马转公，相公你的功勋早不登龙，前去我讨风引起附庸，再转世为高传宗，长世情。一生匆匆
好上。的王宗，西京泽亲家园帅才通，三苗帅自为帝，大家为风，不学自花，噔哒滴噔滴噔噔，花相哒公。滴噔噔，为为此此被被得去两宗，一呼你将功表示见元凶，大孩儿嘞，二宗母子生为一，三英雄。唱得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吧，表演最后一次，然后我们就去关直播了，好吧？宝贝好棒，干嘛我不跟你，我先不跟你连，我先去那个头要跟你连啦，对，但是我们现在你让他连进来好了不。行，他会讲话的，我的篮子呢？讲为什么你反正你又不唱，走，我走。不是吵到现场。你们不走，你们不是你们下一场你办的啊？哎，为什么要转？唱地狱梦游。带出来了。给我拍了。哎，不要拍吧。哎，你不接进来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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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嗨嗨，我要拍张照片。拍什么好看？你要拍什么照片啊？你拍雪儿的照片吗？这个小可爱的，这个脚太弯了。哎，对，春春，我听到春春的声音来了。了，思雨来了，哎呀，对，来，开始。嗨，你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地方。你们拍的，你们在这边我们又看不到。哎，对呀，这是哪里吗？这是我外公抱着我坐在这里的地方。什么东西啊？耶耶耶！这个造型正面等一下给你们看啊。回老家，什么啊？摆好嘞。这个视频才好嘞。哇，这个视频好嘞。小时候的地方对不对？这是哪里吗？好，我来吃一关角。 OK 啊，好喜欢。等会儿我们那个给你们看一下，今天人还挺多的，下午。蛮好蛮好。我去看看外面，我去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那个人哦。我回老家了。可以回老家，哎呦，回老家。就是老家亲切吗？亲切的。看到吗？那边都已经开始有人了啊。故乡啊，然后嘞。啊，你们要看雪儿的正面是吧？那，正面来了。去吧。他现在在直播。正面啊。哎呀，这是那个90后的。哎呀，好可爱哦。还妆都种好了。啊。今天去搞快闪。就怼脸拍，怼脸拍，给你们看看雪儿的大眼。看什么强电机？你就叫他春天的春。你镜头不对了呀！那你别搞那么近哎，镜头好呀。哦哟。哎，但是我没有吧？那是叫你，我刚刚不叫你说，叫你那个，你看你的是不是？你要去拿一个，我没吃过。没吃过。不是，我在怀疑同事在跟我们讲话吗？我感觉他是在自说自话，在跟那边讲话，然后就连接着我们这边。没来的时候一天都对，马上准备上场了啊！现在没有卖。还有哎， 2 今天没 minutes。有人卖。来，再拍一个视频来给我。你，我这个是给你。嗨，嘉宾还离开一会儿，我逗得我要笑了哟。认识是吧？那是文物啊，那绝对是文物。老师变得太可爱了。还有1分钟，1分钟要开场了啊！雪儿干嘛去？雪儿去种田了。去种西瓜。种田了，桃花树下种田。桃花树下种西瓜叫西瓜。 1分钟。马上1分钟就开始了啊！大家稍微等等。等我下来脱完衣服就挂了。对，大家可以现在奔走相告，现在又有演出，等一下还有脱衣服表演，请让你们的那个来直播室的人多一点啊。好，来了，给你们转过去。
再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我们不能挡住观众的视线，所以我们从后面拍。小孩来啦！我们来看看啊，看看阿姨们。阿姨说身材好。神仙水哦，对，这叫神仙水。对，神仙水。身体会保平安，身体安康。好，那我们一定要多喝一点，带到家里去啊，带到上海去啊。谢谢你们的。对，这个是一个行为艺术表演啊，跟平时的舞台唱不一样。啊，你说话。地方太大，也没有麦，唱你们听不见。你从那个视频好吗？啊，你看。还注意嘞。你又回到了小时候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哪里吗？我就像一个大姐大一样的，叫你在这，把你当一个很小很小的。多好啊！好，这是个可以，老师好。大家发给我。多好。好了，我挡住他了。看到吗？这个镜头，视频里面也是在放着，是美人的。都在葬花中。过来了。就是啊，就是。哎，别这什么？那个靠着靠哪里？你后盖先帮我。真的吗？再来一次。哎呀，好了，好，你就贴这个水，我已经说了这样子走的。跟你对。这个才有特色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特色。锄头有带啊，前面没有看吗？等一下他会拎着锄头回去。把口罩能拿掉，那个口罩有煞风景。这样好吗？我们说莲头山，那在莲头山上呢有一处泉眼，祖祖辈辈相传呢说这个泉眼里的泉水呢是可以治病的哦。就是我小的时候，我外公啊就曾经在这边因为好了，你们要的锄头。一段时间，那这个水还中间还多，当时还有很多的人也是在这里求医问药。那这个宝葫芦的顶上呢，这个来说明这个水啊有活力的哦。哇！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么厉害就好。所以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们可以拍个照片的，这个真的是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哎，对，我把这瓶喝了，等一下再给我接。看见了吗？对，它是一个行为的艺术表演啊。对，还是比较显胖，是吧？
好啦，结束了。我已经拍过了。在同行这边完全是没有跟我们聊同样的东西，跟我们不搭界的都是。啥呀？好啦，回来啦。我在跟你聊什么？你们听见了没有啊？不太熟，自己接的活，乱糟糟。嗨，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吗？我们都听得见，但是你不知道你在跟我们聊的什么东西。哎，好累。我在拍视频啊，你不是给我那个任务叫我回家拍视频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你都可以送星星哦。啊，不是你的热气球送了吗？对，你热气球没有送。刚已经送了很多星星了。没有，你要热气球都送过了。热气球。热气球再送一个好吧？西瓜种好了，西瓜地。菜种好了，等着明年来。等一下，让我先把那个，你们等一会儿，让我先把水接了，我在这边接泉水呢。等一下啊，雪儿弟弟再帮我接一应那个观众的要求去拍照去了。应观众的要求拍照去了。对，他去拍照去了。这慢点给你们一些介绍我什么这边的小视频，介绍我老家的视频。行。然后等一下再到门口再拍一个。我刚刚拍了我们这边的泉水。我的路近了，我得走到旁边去。乱转过去看他拍照，就这样子呗。就这个拍照呢，拍照你们也要看吗？就阿姨们跟他们拍照啊。好看啊，拍照就是很美啊。好看吗？我都无处可躲。哎，哎呦，给我拍，哎呦，你看，你看介绍边山的，你能不能带一下这边镜头，好吧？啊！哟，你哇啦哇啦啥呀？非常好。那你就要把这里的这个拍出来。我来啊，我来看看。天哪，有阿姨说眼泪水也看出来了。能不能从帮助这里拍到那里？我走过去，你从那个这样拍。我来一下啊，等一下我把先。看到吗？拍照。哎呀，很年轻，很年轻。谢谢你，年纪这么轻。我觉得拍的好看。弟弟姐，还有需要拍照的吗？妍妍老师要回去喽。好，谢谢。谁这样行？好了，继续。好了，拍完啦，那我们再转回来。就看出啥了 ？OK， 来拿着。雪儿好高是吗？1.67米呀就。你也想去？哎，东东挂掉了。不知道他啥时候发的，谢谢你们的喜欢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等一下我就刷一下卡。对，等一下我就关掉了，因为那个很久了。在的，怎么了？谢谢你的粉丝灯牌。就是你们如果说有过来看戏的话，那个有观众问那个演员老师叫什么名字？打雪莹，打雪莹，竹蛋打。谢谢，节日快乐，祝你们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1.67米，净身高。明信片寄过来没有？啊，没寄吗？可能没有，我3号给你寄过来，好吧？我们这2天，因为我也在忙，彤彤也不在上海，没人弄。我3号过去直播的时候帮你弄，好吧？好不好？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好了，大家来对我的这个名字有点好奇啊。你有的吗？你有吗？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哎。这具体怎么样我也不大清楚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看那个上次彤彤怎么说的，好不好？后来有一位好，现在也很好玩，他就说好呀，后来他说爸爸这个多少钱？我2点25分会过来接小哥过去。好的。还有2场。怎么就180几了？要求钱有毛病。唱咱
咱们唱戏啊，你唱啥学习？咱们唱啥？自己来拿了，怎么才能看我们演出？哎呀，这个要看我们这段时间有什么演出，才可以来看哦。谢谢陈哥安慰，爱你哦。但幸亏后来断了，没兴趣了。打了个4级。那个时候还有一阵子还给我念到飞机来的。我们大概是什么时候直播的？应该有3个小时吧。唱2段，我都唱了，现在嘞。苗落的风流丝，穿过花径，听我诉爱暖的风送谁？11点半左右开的是吧？12点半、1点半、2点半，差不多哎。我给他们播到2点半我就挂掉，好吧？3个小时。宽风过此龙。你真是拜那个进了吧？就是仪式还没有。收掉了是吧？已经。对。好热，把所有衣服敞开一点啊！学生。哇，看我的！哎呀，这汗！好，我们还有192位观众。在深圳，只能深圳。没其他选了啊。女带线啥呀怕黑当今。虽然我化妆了才表演这么一段，但是我要表演5次，所以你算一下，5分钟一次，5次就是25分钟，也是一段。演了个折子戏。对。阿宝来了，阿宝他今天就是帮化妆啊什么的，一直在才真爱。对的对的，谢谢苍山，谢谢啊，等风灯雨也一直在的，谢谢鱼得水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这是我的水吗？你把这个都扯开了。因为太热了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鱼得水。有多少人是一直看到我们现在的？从开播看到我们现在。谢谢。跟我们唠嗑唠了3个小时。这算是个人是有，个人啊是。谢谢。哎呀，这太快了！月韵诗境，谢谢。一直在，谢谢。行走的背影，谢谢。哦，谢谢千纸鹤，爱的纸鹤。啊，小可爱，小可爱一直在。小可爱放假也不出去玩呐。这个假期怎么安排？小李飞刀，谢谢。再送5朵蛋蛋，啥呀？小可爱应该现在已经要小学1年级。1年级。山大王，谢谢，一直在看。OK， 谢谢你的花花。2年级了哇，好快啊！当时还在上幼儿园，是吧？流光似水，手马匆匆，匆匆什么东西？啊，匆匆。怎么是匆匆了啦？匆匆，手马什么空匆对吧？嗯。
其实普通话是空总。空总，作业累已是20年了，是啊，都20年了。夫人啊，独自为。5朵啊，每人5朵小红花了。老张，你在说啥呀？我今天不是唱戏的，都听不懂你在说啥。哦，这是语音是吧？他转了个文字。3号晚上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，然后我们唱戏给你们听。彤彤也在，那他唱吊钻石香，我也不会唱，乱唱的。对，因为你关注了一个，然后他就会给你推一些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到2点半我就挂了啊。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你们今天国庆都出去玩吗？天气也挺不错的。天气天天好，真的天气超好的。天气分明冷了一些。老乡好，没来呢。啥呀？跟老年人一样的说话，听也听不懂。太热了，还好吧？我觉得29度、30度，常温。挺热的，你在太阳底下还是蛮晒的。那你可以躲在阴凉的地方吗？可是有时候路上没有阴凉的地方啊。唉。直播啊，上。哦，好像哦，懂了。我也在想谁的，我也。新年快乐，对吧？大可不必，国庆快乐。太快了。三笑怎么唱的来着？不就香烟党的吗？我刚刚差点正月十五。你那个不是？要不要玩卸妆？肯定不要，我还没有工作完呢，对不对？江苏省淮剧团，啥玩意儿？淮剧。国庆就看我们过了。看不到我们怎么办呀？不过了。那就这样吧，在爱的。想听老师来几句打金枝。喂，彤，你要也会啊？我还以为你不会呢。身材大宝金水。不是我觉得很没有办法理解，就是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在杭州呢？老师在杭州。没有，我说那个。老师在杭州是我老师今晚。我不是说你的那句，我是说上面的那个。他说今晚在断桥偶遇，我说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在杭州呢？你的是跟你说的。哎，行走的背你没有看到达达穿戏服吗？他今天穿的就是戏服啊，所以错过了。那么多层衣服，身上扎那么多绳子，唱戏就方便的，练练就来了。只有勒得紧才好用气，勒得不紧反而不好用气。对，谢谢这个月韵诗境送的31个鲜花，大佬，谢谢。我们在选，我哥哥谢谢。你亲到你的时候，我们也在看你。我们直播的时候是吧？嗯。是什么样的？是疯婆子一样的。好的，你叫我姐姐就好了啊。今天有演出吗？今天差不多吧，就那个。这可以算演出，也可以不算演出。当今皇上是我父，我本是今日玉叶驸马亲。今日是分押王寿丹青，那驸马再三叫我拜岁去迎大礼。我什么呢？什么派都会唱，我乱唱的呀，我吕派唱的是一塌糊涂。然后呢，我本想国父去拜岁，昔日两我君拜承恩，父子礼。然后呢？是啊，今日驸马接待宾客，相比老眷。后面刮起红灯，一句是你了吧？对，但驸马以后找什么？我本来电就9%，现在就哇，看了2个半小时了呀。
啊，3个小时了要，还有10分钟啊，我们10分钟就下了。冲上店，冲上店。谢谢家人们，祝你们国庆快乐，我也很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啊，这副耳环是我金金老师送给我的。雪儿不穿西服呢？雪儿穿西服好美好美。对，那不穿西服呢？乱糟啊糟。来几句期盼，我哭了呀！我从期盼唱到现在的。哎，那个怎么唱的？哎，怎么唱的来着？啊，这样吧，谢谢谢谢，哎呀哎呀呀，谢谢谢谢，送了送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哦谢谢，看到礼物就来了，快乐就来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我们这个粉丝啊，就送了啥呀？好感动，真的。流2滴泪。杀马。王老虎抢亲。一人明月照高楼，繁星。我唱的是不是太高了点？不要紧，拼着命的上去，顶繁上去。星凝光蓝，累了。秀英，我跟你说，这段特别代表的是什么？高步在岸地不惧，我只喜欢这一句。唱几句八拍是什么东西？你们俩在舞台上是绝配，谢谢。私底下我们也是 ，wink， 好听，谢谢，谢谢美意，美意那是没错。让我感情用事，理智无补于事，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。不管他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谁是目的地？八拍大概就是属于 B 拍，那7 B 拍就是7、8拍。来得太快，或是来得太迟，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。尽管幻迷有时梦醒，有时不真实。头套不拿，我还有2场嘞。2场结束了，我才能全脱。好不好？好像一轮明月，一轮明月。少年不知阿姨好，错把少女当成宝。阿姨笑我，看到我的白眼了吗？现在叫我阿姨，我不承认的。3号直播2位能穿西服吗？可能不行哦。宝宝没唱吗？他不配吧？宝宝只配3号给你们唱3个小时。那个全部打起来。我唱到现在来没意。想当初脚定山有晨光好。这个怎么唱的？杨柳青，远近人，我西外衣衫为我人。嘴不会干吗？我一直在喝水啊。宝哥来一个。张梦娜的小宝贝。张梦娜是谁呀？不知道。对不起啊，我们。哎呀，谢谢，谢谢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谢谢。奶茶就来了，你看到没？欢乐又来了。叫什么？心想事成啊！今年我们大家所有人都会心想事成，也感谢我们小宝贝的妈妈送的奶茶。那小可爱来，我们露一个。小可爱的妈妈露一个。
还有很棒的还有鸡蛋仔哦，鸡蛋仔哦，小宝贝，你等我吃的时候好香好香，不要吃到衣服上了啊，好香。你不要吃到衣服上了，对衣服很珍贵的。开始吃播，对的，没有错，我给你们吃5分钟。阿宝、大帅哥、小儿、小姐姐，都可以吧？你们叫我什么都可以。心想事成，对，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心想事成。大家记住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。这个一样的红豆的，我肯定阿华田是我的。有什么区别吗？你是红豆的，我是阿华田，我要喝阿华田。抱歉啊，我就是这么霸道。光阴霸道谁肆意？搓也搓不进。好好喝，我上来买个阿华田罐装。你想宝宝啊？他在呀、我在。哦，他想的心想事成，他想要你，那你就多想想。香香的鸡蛋仔。哦，真的是好吃。我真的坐在你这个上面，我真的快累死了。那你捂嘞？哎呀，屁股也疼死了呀！哦，大肉。好棒啊！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这么光明正大的在这里面吃东西对着吃东西，好像是啊。不一样嘛。最喜欢听越剧。3号，怎么也有个人叫猜猜我是谁？双鱼喜欢霸道小姐姐，他也是双鱼，他不喜欢呀，怎么办？宝宝好关心雪儿，真的吗？那是从哪肯定的看出来的？哪都看得出来。哪里啊？我怎么没感受到？哪都看得出来了。你这种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改吃播，哎，猜猜我是谁？这个人名字跟我另外一个名字很像的呀，点错了。哎呀，手抖。不是就是你的名字吗我？晓得吧？你叫什么？你看，你的叫什么？大家是不是不恩爱啊？你们还记得我那天在金金老师的那个《梁祝》的舞台上面，我跟金金老师也亲亲了。人家可能没看到吧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你有没有直播给人家看？感谢哈哈珍送的一个谢谢本次灯牌。等会儿我们还有3分钟下了啊，真的说下就下的那种。鸡蛋仔。看什么？你吃的好丝吧？我觉得。吃播啊！很香哎。你们双鱼的大都会想着关心对方是吗？我觉得我们天蝎才是啊。天蝎是那种，不是那种一定要表现出来的，但是用那种行动来那种，懂吧？绝不拖泥带水。什么东西就不拖泥带水？是我吃相吗？我昨天去看牙齿，那个医生就说我那个牙套总是就缺那么一点点，他都急死了。哑巴，对，哑巴可不吃了。晨晨，达老师来一首。你不用吃。达老师马上。达老板，人家没说老师。达老板。行吗？噻。达老板来一个。准好了，门开一条。就这一句了。可以了呀。我喜欢听这个。不是去到珍稀土地庙，转掉门槛做的神，要千人大，万人夸，要千人大，万人夸。说了我这一时大，谁明？太花哨了。好，你下吧，我们等会儿也下了，还有1分钟。不错了。哇，我们最后感谢一下我们榜1、榜2、榜3，好吧？榜1等风等雨，榜2月韵诗境，榜3苍山，榜3建伟，榜5汉歌，榜6幸福，榜7美丽，榜8明天，榜9大浪淘沙，榜10用户2693等等各位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陪伴了我们对2-3个小时，然后最后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开心度过每一天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什么时候来我家吃饭？
钱慧老师也来过，就说真的吗？那你邀请一下吧。谢谢谢谢。